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生活中定来讲会到，这日读做元，元第五条。这个元就有本来意思，像咱讲原来、原情、原在、原因，也有原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原在，也就是由原安怎，代表同款无改变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源头，代表起地，也就是咱咧讲的头起生，一开始拄开始。嘛会当讲是生产工厂，或者是卖花顶盘。若是加3点水，代表和水有关系，就咱讲水源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隔壁亲家礼数原在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就算足熟的厝边结做亲情，该话礼数也是爱有，袂当凊彩。为源头来讲，这是人甲人斗阵做人应该有的道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元提供予大家参考。